本校在推行民主教育以及本土文化行之多年。在近3年来，学校实施民主实验教育，在推行的过程中，孩子们在学习的当中，发现，孩子们呢能够把自己的文化很认真，也很积极的去做学习以及叙述，在透过我们期末成果的发表中，看见孩子是快乐的，是愿意分享的，是自信的。看到了孩子们在学习当中这样子的对文化的认同，其实我们是非常的高兴。在实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更希望孩子在多次的学习的发表中，能够增加更多的高峰经验。那透过这个高峰经验呢，能够来建构孩子们的学习音酱，让他们在其他的学科当中，能够透过这些经验，能够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。喜欢，因为很有趣，能学到很多的知识。喜欢，因为可以学到我还不知道的东西、事情，可以学到怎么工作跟表如彩画。喜欢，因为可以做农作物，还有想做自己想玩的东西，还有做自己的琉璃珠。我喜欢上实验课程，因为实验课程可以让我认识更多我们的文化，让文化不会流失。这学期我们学到了要怎么做水族枪，虽然很难，但是做到最后玩的时候很有趣。这学期我最喜欢的是农耕课，因为我们有用高粱做香水，让我学到了高粱不仅可以用吃的，还可以变成香水，很好玩。工艺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东西。空气工艺课，因为工艺课让我学到很多可以自己动手做的东西。课程老师编织，还有学做竹筷枪、杯垫工艺。我们做了大竹枪，还有铜碗。工艺课做那个垫子。农耕课会种很多东西，好像是练习用那个母语讲那个卢凯族的，就是用母语去讲，学到了项链、琉璃珠，还有乳辅、头饰、红头巾。我最喜欢的是工艺店，因为可以认识我们的传统衣服，还有可以认识很多的编织方式，例如山谷编、月桃编。喜欢的是狩猎课，因为狩猎是我最不了解的课程，而且我们体验到很多关于陷阱的制作、打猎的技巧。课程结束后，可以更了解卢凯族的狩猎文化。刺绣，金绣，刺绣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刺绣，编衣服，可以自己再编衣服穿。
cây ca